63X 來往元朗洪水橋田心路，經佐敦至美孚荃灣路、屯門公路屯門市中心、紅橋、虎地、藍地。佢1998年開辦，來往天水圍天慈邨至佐敦道碼頭，經尖沙咀。同其他屯門元朗區巴士線唔同，63X 嘅客源主要係洪水橋至藍地等偏遠地區，所以客量一直偏低。後來260X 同265B 相繼開辦，西鐵通車，再加埋68X 搬總站去洪水橋，令屯門、天水圍同洪小橋居民有更多嘅交通工具選擇往返西九龍，令到63X 嘅客量進一步受到打擊，就算喺繁忙時間都坐唔滿。2009年西鐵線九龍南線通車，運輸署本來想取消63X，等屯門同埋元朗嘅乘客多啲使用鐵路出入九龍。不過呢個計劃被區議會反對，區議會擔心一旦63X 取消之後再冇交通工具服務兆康苑至到洪水橋一段往返西九龍。結果運輸署作出讓步，決定唔取消63X，並喺同年10月將63X 準站由天慈搬去洪水橋田心路，唔經天水圍，但亦唔經尖沙咀，降低全段同埋分段收費。68號 X 來往洪水橋紅園路，經佐敦至美孚、荃灣路、屯門公路、大欖隧道、元朗大馬路同屏山。2006年嘅巴士壓縮事件提及中年男子陳月東同青年何瑞希喺巴士爭執嘅片段，亦都係喺呢條線上面嘅巴士發生。68X 喺1987年開辦，來往元朗東至佐敦道碼頭，經屏山、洪水橋、屯門公路，當時客量已經取代咗要經荃灣葵涌嘅68號，成為元朗區最重要嘅巴士路線之一。1998年大欖隧道通車，68X 改行大欖隧道，唔經屏山至屯門公路。2007年總站由元朗東搬去洪水橋嘅紅園路，係68號 X 喺1998年大欖隧道通車之後，再次服務洪水橋同屏山嘅居民，同埋增設朝早繁忙時間由孖環路單去佐敦嘅特別班次，去應付早上繁忙時間68X 線喺元朗市嘅客量。68X 為元朗居民往返西九龍嘅中心地帶，即使西鐵通車之後，因為西鐵喺九龍嘅車站距離九龍中心區好遠，需要轉車，而洪水橋至屏山一帶又冇西鐵直達，所以對68X 嘅影響唔算太大。69X 來往天水圍天瑞邨，經佐敦至美孚、荃灣路、屯門公路、大欖隧道同埋天耀邨。佢喺1993年開辦，前身係晨早特別線269B，同而家嗰度有少少唔同啦。來往天水至紅磡車站，途經屯門，喺天水圍第一條去九龍嘅全日路線。1995年改經紅天路去元朗公路。1998年大欖隧道通車，69號 X 改行大欖隧道，唔經屯門，總站亦都由紅磡車站縮短至佐敦道碼頭。69X 服務天水圍南嘅屋苑，唔使兜勻成個天水圍，路線比較直接，客量一直唔錯。但喺西鐵通車之後，因為天耀邨同埋天瑞邨都近港鐵天水圍站，部分乘客改搭西鐵出入九龍，對69X 嘅客量就有少少影響。81號來往沙田禾輋邨，主要途經佐敦道、彌敦道、大埔道、金山、九龍水塘、美林村同埋沙田市中心。現時往九龍方向亦途經大圍。喺50、60年代，九巴有一條主要幹線15號來往佐敦道碼頭同文錦道，並且有一條短途線15A來往佐敦道碼頭同上水。後來因為路線重組，15號縮短，剩翻15A。而1968年，因為九龍嘅路線號碼不敷應用，15A 再改號碼為19A。喺同一段時候，九巴亦都不時開辦由九龍途經大埔道往返沙田嘅特別服務。呢條路線嘅編號係15B。15B 喺1961年改為常規服務，1967年暴動就取消。1968年再開辦19B 來往佐敦道碼頭同沙田。最初係假日服務，途經獅子山隧道，後來改行大埔道，但同一年年底又取消。直到1973年19A 分拆，其中來往佐敦道同沙田嘅路線編號為71。1976年沙田墟總站，即係而家嘅沙田廣場啟用，71就搬入沙田墟。1982年71配合九廣鐵路，即係而家嘅東鐵線電氣化，再延長到禾輋邨。到1987年71為配合九巴路線編號重組而改為編號為81。而家81係唯一一條仍然用大埔公路來往沙田至油尖旺堆嘅巴士線，
但因為沙田市中心同油尖旺區都係繁華地帶，而且大埔公路定線相對獅隧仍然直接同埋冇咁擠塞，加上乘搭港鐵包括東鐵線，相對81號稍為轉折，81號相當受乘客歡迎。1980年代71號同81號係以勝利2型即係雞車為主力，但自1990年代開始，81號嘅客量穩步上揚，開始有3軸巴士甚至空調巴士加入行走，而家81號已經全線空調行駛。95號來往將軍澳翠林村，途經彌敦道、旺角亞皆老街，或將軍方向經太子道、彩虹道、牛池灣、秀茂坪村、寶達村、馬油塘同埋康城花園。95號嘅前身係95號 K， 來往翠林村至旺角火車站，而家叫做旺角東站。1989年開辦，第2年總站由旺角火車站延長到佐敦道碼頭，改編號為95。佢喺佐敦道至牛池灣一段定線同老牌市區線13號非常相似。結果九巴為重組資源，喺1996年取消13號線，由95號線加設分段收費，聯同9號線接收13號線嘅乘客。因此，95雖然係新界路線，但佢現時嘅主要客源並唔係來自翠林村，而係彩虹至秀茂坪一帶居民。另外，95同93 K 喺彌敦道使用相反嘅路線，即係話93號 K 係用彌敦道南行去將軍澳，但95返將軍澳呢係用彌敦道嘅北行線。因為而家兩條線班次相若，但係又唔係太頻密。如果想喺油麻地一段嘅彌敦道搭巴士去將軍澳嘅翠林村等地，可能就會比較難兩全其美啦。呢個總站仲有只喺特別日子服務嘅路線，有70S 同 N68。70S 來往粉嶺和合石，只喺清明節同埋重陽節日子服務，經佐敦油麻地、窩打老道、獅隧、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但唔停和合石以外嘅粉嶺其他地方。佢1986年開辦，方便掃墓人士喺清明節同埋重陽節去和合石拜山。至於 N68 就係由呢度單向去天水圍市中心，只係喺聖誕節同農曆新年期間嘅深夜行走，方便乘客喺節日深夜由九龍翻去元朗同天水圍。佢嘅前身係68號 S， 1989年開辦，當時係經屯門，而終點站喺元朗東。1996年改稱 N68。1998年配合大欖隧道通車，總站搬去天水圍市中心，亦都改經大欖隧道，唔經屯門。